约瑟拍伫伊老爸面顶哀哭，甲伊亲嘴。约瑟反复侍候伊的医生，用香料熏伊老爸，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。昏死的常历是40天，迄40天满了，埃及人为伊哀哭70天。为伊哀哭的日子过了，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讲：“我若伫恁眼前蒙恩，请恁报告法老讲，我老爸要死的时阵，叫我起誓讲，你爱将我埋葬伫迦南地，伫我为家己所挖的坟墓内。现在求你，互我上去葬我老爸，以后我必倒转来。”法老讲：“你可以上去，照着你老爸叫你起的誓，将伊葬埋。”怎呢？约瑟上去埋葬因老爸，甲伊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，甲法老家中的长老，并埃及国的长老，也有约瑟的全家，甲伊的兄弟因，并因老爸的眷属，只有因的妇人人、囡仔甲羊群、牛群，拢留伫高山地。阁有车辆马兵，甲伊一同上去。迄一帮人真多，因到了约旦河外阿达的河场，就是遐里大大咧嚎哭痛哭。约瑟为伊老爸哀哭了7天。迦南的居民见阿达河场上的哀哭，就讲这是埃及人一场大大的哀哭，因此迄地方名叫阿伯未斯，是伫约旦河东。雅各的后生就遵照因老爸所犯有的办了，甲伊搬到迦南地，葬伫麦利前麦比拉田里的洞内。迄个洞甲田是亚伯拉罕向后人以弗伦买来为业的。做墓地的约瑟埋葬了因老爸以后，就甲众兄弟并一切同伊上去埋葬因老爸的人，拢转到埃及去了。约瑟的哥哥因见老爸死了，就讲：或者约瑟怀愤咱，照着咱从前待伊一切恶，足足地报复咱。因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讲：恁老爸未死以前，吩咐讲，你爱对约瑟安尼讲：从前恁哥哥因恶待你，求你饶赦因的过犯甲罪恶。如今求你饶赦恁老爸上帝之仆人的过犯。因对约瑟讲这个话，约瑟就哭了。伊的哥哥因搁来互拍伫伊的面前讲：阮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因讲：毋通惊吓，我岂会当代替上帝呢？从前恁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真侪人的性命，承受今日的光景。现在恁毋通惊吓，我必养活恁，甲恁的妇人人、囡仔。怎呢？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因。约瑟甲伊老爸的眷属拢住伫埃及。约瑟活了101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3代子孙马拉西孙仔马吉的后生也养伫约瑟的骹头屋顶。约瑟对伊兄弟因讲：我要死了，但上帝必定看顾恁，领恁对这个地上去，甲伊起誓所应允，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讲：上帝必定看顾恁，恁爱将我的骨骸为这里搬上去。约瑟死了，正101岁，人用香料将伊熏了，甲伊收敛伫棺材内，停伫埃及。